哇，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！哎，浩宇，能够跟你一起开幸福小组啊！浩宇，你的麦没开。我们可以一起开幸福小组，真的是太幸福了，对不对？很幸福。啊？能够跟你一起开幸福小组，真的很幸福。你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嗯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哎，对了，话说我们开始之前要来先做个祷告，来，我们今天啊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幸福小组祷告，然后你也可以讲你心里面想要的愿望和那个事情给上帝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耶稣。希望爸爸能够带我出去。希望爸爸能够带你出去。好，我们一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来，我们来打球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喊加油，幸福。还有球拍吗？球拍，谢谢。好，1、2、3，幸福桌球，乒乓。你没事吧？OK 哈，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幸福桌球，乒乓。好来。哎，好像有人来嘞。换你。对啊，听说那个打桌球的男生超帅的。超帅的哦，应该是我。那个男生好像很成熟，又有气场哎。气场？你说的是他那帅气的双眼、敏捷的速度，还有他对所有事情都保持极度冷静吗？庄浩宇，原来如此啊！平安。哦，平安。M 哥平安。平安。 M 哥平安。哦，平安。嗨，你好。原来如此啊！OK， 那我们就来打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，大家来打球。1、2、3，耶！1个小时后啊，好累哦，太棒了！来，大家来吃点心，谢谢莫斯哥，谢谢莫斯哥。来，坐。啊，不是真的坐，看不到。我们来分享一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梦想和愿望啊？然后顺便做个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，我是永杰，我现在是国3，我的梦想是考上护专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佩恩，我现在国1，我喜欢做东西，我的梦想是当玩具设计师。哇！你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浩宇，我现在国2，我的梦想是能考上理想的学校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陈君，我现在读国3，我的兴趣是跳舞，还有运动。哦，你会跳舞？对啊。要不要秀一段？对，兴趣我想要考上北一女。北一女。他说他会跳舞，要不要秀一段？这样好吗？秀一段。真的好吗？可以啊，秀一段，来。哇！哇！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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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 Whoa! Never gave up.
哇，谢谢。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听说 Amo 哥以前也很厉害哦，只不过现在有点胖。秀一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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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一段。太棒了！哇，跟你们在一起真的是太开心了！来，我们今天第一天幸福小组结束了，应该会很顺利吧？我们一起来祷告了，好不好？有点喘。我们请永杰带我们祷告，来。我希望跟妈妈能每天开心。好，下一位。希望大家天天都能够很平安。我们。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语很好。希望全家人都能平安喜乐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围在一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祈求。阿门。永杰，永杰妈妈，原来你在这里。你补习班请假就是来这里。这你在做什么？你好，我是那个。你是谁？我是教会的那个干事 Amos 啊，对，你好。那我女儿怎么在这里？她来参加。功课都没有很好，还敢来这里？好，这么 real 吗？一定要这么？真的？她其实很不错了，她很开朗。有吗？她还可以更好。你说说看，你那个时候考第几名？你们先走。你那时候考第几名？来，妈妈。哎呀，不要在大庭广众骂孩子啦！你是谁啊你？不可以说我！你有花钱养他吗？没有。我每天陪他，你有陪他吗？没有。我每天陪他念书，你知道他状况怎么样吗？他状况怎么样？他读书都读不好他可以更好的对啊，还来这个地方，真浪费时间。你还想说什么？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2个月后，居民哥，居民屈服。怎么了？2个月前真的是谢谢你帮我。怎么了吗？我差点出事了，谢谢你帮我解决那个妈妈。不是啊。你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好了。对啊，他们每个人都拯救了3个小生命。可是我现在马上就想去北京嘞。不会，神会一路的带领你，会让你再回来的。阿门。那我等一下我还要完成最后一堂的幸福小组。OK， 祝福你，一定要完，这是一定要的，可以先去吗？一定要的，我们要奔跑不放弃。居民哥，你什么话都没说好，谢谢居民哥。你们来啦 ！Hello， 大家掌声欢迎他们。那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就到这边啦。那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来，你说。那个会考成绩出来了，终于考上北一女了。那个，我考上护专了。哇！爸爸终于带我出去了。爸爸终于带你出去了爸爸很忙啦，没办法，有时候要读书，对不对？现在又要工作，真的不容易哦。然后下一位。有人找我当助教。太棒了！这是谁？谁来了？是你妈！永杰！你好。我刚回家，Amo哥，Hello。对。不好意思，我上次真的是有点气过头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吗？你要带女儿走是吧？对，每次聚会结束了。对。我们要准备出去玩了，来。你们要走了吗？对啊。Amo哥，拜拜。好，拜。好，那我们就各自解散喽。我们奇怪，那个是谁啊？浩宇。浩宇，我神学院毕业了。我一直想要跟爸爸出去，他终于来了，你看，大家掌声欢迎他。来，你看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待会我们去骑脚踏车了，好不好？耶，幸福小组太棒了。
哇，原来亲子才是我们的重。哎，你爸爸有来吗？没有，等下自己回去。哦，真的啊，那我们下一期就邀他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爸爸会来吗？啊，妈妈来了，对不对？在后面吗？妈妈，嗨！哦，妈妈看幸福小组，好。那我们青少年，谢谢大家，来上来，快点。好，我们要喊口号了，1、2、3，征战得胜，得地为业，幸福桌球，乒乓乒乓乒乓，征战得胜，得地为业，幸福桌球，乒乓乒乓乒乓。